是毋是开始来关心狗的问题？有真侪乡亲有饲狗，抑过饲狗真正的细致。有一种狗真歹，叫比特。这种比特犬因为家人的代志有够济，已经互农委会公告讲，明年列为袂使饲的动物。最近的婚礼的波中乡又有一件比特犬去加伤别人的代志，伊是因为厝内冲出来，先加伤一个80岁老先生，佮加伤正咧送批邮便，这个主人要甲扭嘛扭袂掉，规人互狗拖咧走。可见你看比特犬力头有偌大，因为加伤两个人，依照动保法，这个主人相当有可能有人罚15万块。邮差骑车来到民家厝送批，后壁一位老先生骑脚踏车经过。不过这个时阵，一只比特犬无下锁啊，自厝内冲出来，直接夹对老先生的倒骹，老先生规个人倒伫涂骹。所来这只比特犬，佮直接约当咧送批邮差，女主人约出来想要加扎，不过根本都扎袂掉。他说他被狗咬了，被比特犬咬了。他想要帮那个老人，因为老人70、80岁了，脚后跟了，脚后跟被咬伤了，被吓到了。邮差比特犬女主人三个人直直坐机车咧相约，所来往邮差正边的骹腿互夹一喙，女主人用尽气力甲伊掠掉咧，才阻挡这只狗啊继续共夹。这个具有这个攻击力的犬只啊，它进出这个公共场所都应该有成年人来伴同啊，那也同时也应该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啊。但是这两样这个必要的这个条件都没有达到。这里的女主人无甲狗仔保护好，造成伊攻击到无辜的民众，已经违反动保法，相当会使罚狗15万。特别呼吁我们所有有饲养这个比特犬等这个具有攻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犬只呢的续主，他应该都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目前婚龄总共97个人，登记是比特犬123只。不过最近一直发生比特犬的攻击事件，农委会嘛已经伫10月份公告，自明年开始禁止饲比特犬等攻击性较悬的狗仔。主人嘛会记得伫明年3月之前完成登记来比查，才会当继续饲这种狗仔，不过嘛袂当探证。